今晚高朋滿座，尤其是非常榮幸，迎來眾多遠道而嚟嘅重要嘉賓。首先，我謹代表中國香港武術聯會，感謝各位撥冗出席今晚嘅就職典禮，幫我哋一齊慶祝國慶76週年。有請霍振華會長率領新一屆執行委員起立並進行宣誓儀式。服從決議，盡忠職責。致力推廣武術，堅持不懈。謹誓。多謝馬議員、霍振霆會長，請各位就座。係啦，咁就啱定晒啦。咁大嘅場面，大家熱烈啲好唔好啊？係有啲氣氛啊！咁啊非常高興。咁啊首先呢度咧，我謹代表我哋中國香港武術聯會全體同仁，衷心嘅向各位領導致謝。咁啊仲有嚟自體育界嘅各位前輩啦，武術界嘅前輩啦，各位嘉賓同埋傳媒嘅朋友喺百忙之中咧，都抽空參加我哋今次中國香港武術聯會第18屆執行委員會嘅就職典禮。喺呢度，你哋嘅光臨為我哋增添咗無限嘅光彩，多謝。